屬狗嘅你今年唔錯喎，雖然話桃花排第6，財運排第5，係只係你冇人哋咁好啫。其實唔係話中游生肖咁差㗎，因為今年馬年你屬狗咧，叫做太歲3合，因為人5同戌係合嘅，咁合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都比較穩定嘅，所以屬狗今年比較穩定，無論感情、事業或者住屋都比較穩定，所以今年有大變動機會咧，相對就比較少嘅。咁今年有地解同埋三台兩粒吉星，咁地解係逢凶化吉，可以壓制凶星嘅力，咁三台咧係有你地位提升。咁點解排你第5、第6咧？因為咁多個生肖之中咧，你係凶星最多嘅一個。咁凶星係一個枝節嚟嘅啫，因為我哋首先都要睇翻春夏秋冬幾時出世。如果你秋冬天出世，即使咁多凶星到咧，佢都係一個小嘅是非，都係向前邁進嘅。咁而家3月6到8月8咧，呢個凶星發生嘅作用就比較大啦。所以記住，好運嘅人咧，吉星力大，凶星力細；唔好運咧，凶星力大，吉星力細。所以記住，好唔好運個吉凶星有唔同嘅演繹辦法㗎。咁如果你生喺3月到5月6，要特別留意咯，因為今年有飛符、官符、年符，突如其來，官非是非，人事不和。咁官非是非，好多人啊亂抌垃圾啊，食煙唔啱位置啊，抄咗牌唔記得俾錢啊，咁原來呢啲都叫官非嘅喎。咁仲要啦，仲有個五鬼，五鬼係小人星，咁小人你都冇辦法啦，呢個世界周圍都人都有小人㗎啦，咁你唯有唔好理佢啦。因為我成日講啦，小人一般都可能成就唔夠你好，能力唔夠你好，跟住職位唔夠你高，佢又眼紅你，咁呢啲人你都避唔到㗎啦。咁仲有粒星叫做華蓋，咁華蓋心情有時覺得孤獨，唔係話好開朗。咁華蓋咧就有利藝術嘅，如果你做藝術創作嗰啲咧，華蓋就有用嘅喎，因為華蓋為孤獨之星，又為創作之星。咁創作通常都係孤獨㗎啦。咁如果你寫書又好，作曲又好，你見唔見啲人都係3更半夜夜媽媽喺度寫嘅，或者走出公園一個人喺度坐都得嘅。所以呢個華蓋咧有利藝術，普通人咧就覺得孤孤獨獨，唔係好開朗啦。